导演就这样子。第二幕，第二幕。我导演。阿爸伫厝里洗衫甲领扫。阿爸，甲你报纸下，报纸下。先来洗衫，来洗衫。洗衣机的操作会哦。洗衫机甲它掀开，来等你。喂，洗衫机伫遐，恁兜的洗衫机你毋知伫倒？啊，干咩哩？啊？跳出来。洗衣机、洗衫精倒边哩？现在啊，你要去拿我的盐巴罐吗？倒边哩好，卡咩？啊，全部倒下去了。气落去啦，气落去啊！啊，去扫给扫扫全部都倒下去了。为什么倒下去会不会没有泡泡满出来啊？阿伯扫头发给。好，全班一起念。了后，阿爸出去洗米，准备煮饭。啊，阿爸去洗米哦，扫囧嘿。阿爸在找自己的台词。看食谱来煮饭。洗米啦，洗米。还有煮饭机。阿爸，你的饭把电锅气落去啊呗。好，煮炒饭呢？第三幕。阿爸去看报纸。阿莹回来哦，阿莹。阿布。哎，你看我要造船，哎，怎么从你们家跑出来？你蔡奇亚呢？你们是怎么溜进你们家的？这样我们会很混乱呢。他们小菜市场跟他们家有通哦。有啊，他家住在菜市场。啊？他们家菜市场。阿爸，我回来啊。哎，阿爸，我回来啊。啊。我要去煮几项菜。今天苦瓜炖鸡，加鱼。也不会烫哦。我们仔细看看这一锅到底是什么。完全不。啊，阿莹，来底饭哦。阿莹啊，阿莹，搁咧找无台词啊，来底饭。哦，你个摕碗袂歹哦。等下看较大声的哈。我来底饭。来，全班一起念阿莹公。阿言公。最后一句啊。电话开起来。要收了。